今日我八大姑嚟探咗我，送咗一套2025年嘅茅台文旅新春蛇年套裝，同你哋組裝一下。大家可以見到有一個好精美嘅手抽布袋，寫緊傳統中國節，打住茅台文旅嘅 logo。嚟逐個拆解下，分別係2盒嚇。大家可以見到咧，佢係一個以葫蘆形狀打造嘅雕刻工藝嚇。呢個係深合金嘅材質。咁啊有飛天仕女圖啦，仲有山川日月啦，仲有呢個係茅台酒嘅 logo 嚇。打開先，就好似我哋小時候喺嗰個葫蘆娃嘅動畫片一樣。打開之後，哇！大家可以見到咧，有2瓶茅台酒，分別係200毫升嘅嚇，總共2瓶就400毫升。有一個新春嘅 logo 啦，有茅台標嘅 logo 啦，睇睇新蓋帽啊！呢個係茅台今年嘅新蓋帽。呢瓶係屬於200毫升嘅版本 ，mini 版本53度嚇，多咗一個新春嘅標誌。哇！好有儀式感。呢度有張嘢。咁啊，包括呢張係屬於茅台文旅嘅一個友情提示啦，冇錯，裏邊嘅掛件分別係5大名窯，裝酒嘅，好靚，好精緻。呢個係贈送嘅包裝禮盒，茅台嘅文創真係搞得特別過癮啊！呢個黑胡桃一個木板，打住茅台文創，哇！呢個掛件含金量好重，金屬嘅，咁樣轉佢過嚟咁 OK。呢個叫做喜鵲配件，打開睇睇先，哇，好精緻，包括嗰啲眼睛啦、嗰啲羽毛啦，雕刻得好精緻，好精緻。喜鵲5大窯嘅杯咧已經拆咗出嚟啦，咁分別係汝窯啦，作為5大窯嘅之首咧，佢嘅胎質咧就係比較平滑細膩嘅，咁冰裂紋咧係比較淺啲，咁跟住落嚟到官窯，咁冰裂紋比較粗啲，佢嘅特點就係薄胎厚釉，咁跟住落嚟就有哥窯啦，哥窯咧就係比較堅硬啲，比較平滑啲，咁仲有呢個叫做君窯。大家可以見到君窯嘅色彩咧比較鮮豔啲嚇，佢嘅特點咧就係釉面豔麗多彩。跟住落嚟，最後一個就叫定窯啦。定窯咧就係一個象牙白嘅顏色，細柔光滑潔淨，代表簡潔啊。咁啊，就平時呢幾套杯咧，你唔用嘅情況下咧，就可以分別咁樣放佢翻上去，因為都有個金屬嘅 logo 啊，咁樣係啦。茅台嘅文旅咧，一年比一年更有創意啊！你諗下呢套嘢，你齋睇啊，都已經係極具觀賞性啦。平時飲完嘅朋友咧，就擺住喺度喺屋企作為一個掛件咧，哇！真係落落大方，簡直係一個藝術品啊！中意嘅朋友，喐佢啦〜